接下来我们以5日文来练习阅读理解。第一题，早起来到台湾嘅移民，做乜嘅會搭毛料來帶？首先呢，我們來看4個選項。1. 求簽材料卡防片。2. 愛面貌嘅卡防片。3. 早起嘅人卡重視環保。4. 開得起卡重嘅屋頂。第一隻選項到文章底背就有樣到。第二隻選項，你理下來樣，愛面貌嘅卡防片。呢個貌嘅應該唔是面，切菜卡防片，生活中都樣得到。愛幾多就即刻調質幾多，所以呢個唔是面。第二隻答案就做唔得先。第3隻，早起嘅人較重視環保，應該講以3種物都當環保，所以搭毛料唔係因為重視環保。第4隻，開得起較重嘅屋頂，因為我做嘅屋頂較重，早起搭毛料來帶嘅時間冇呢問題。所以呢隻選項就唔得選。離題嘅答案會選1正確。第二題，文章底度講到為高度重視保護你站壁，下邊2項唔係。你成來講你站壁，就係用黏你來做嘅，所以你想捍衛高你的東西來保護你站壁，所以你來樣。第一隻牛屎，第二隻黏你，第3隻糯米xuất盤，第4隻弄糠。該文章嘅最尾一段就有講到，撈弄糠、糯米xuất盤、牛屎強下撈夾。呢3項東西來保護你站壁，所以離題嘅答案當簡單，會選2黏你。